来做老师的，身躯会当来刺字无？土恒有一个音乐的代课老师，身躯顶有大量的刺字，但是伊平时上课拢是穿长袜啊、甲长裤，甲遮起来。也毋过因为伫个社群网站有打一寡相片，也是互人甲检举讲安尼无妥当，佮讲甲学生有不良的互动。学校伫个第一时间来开性平会，要求这个老师爱停止上课。这个调查结果一个出炉，性平案并无成立。但是这个老师已经伫各方的压力之下，无奈来离职了，但嘛毋知影要找食来讨公道。姿势比较真大班，笑容甜蜜蜜，展现艺术美感。这个查某囡仔 Jerry 除了有伫咧做 model， 嘛是国中的代理老师。不过，选由伊身躯顶的刺字，会工课总无去。是为了纪念在生命历程中的那一段故事，从最早是20岁开始刺青。没有后悔过。穿黑色的长靴子、底帽啊，含挂喙暗，甲身躯顶的刺字包到目睭处。平常时啊，伊就是穿安尼去学校上课，煞嘛是互检举传刺字的相片伫咧社群网站，和学生有无好的互动，所以接受性平调查。在4月被投诉之后，这位老师也紧迫更改创作的主题跟内容。再到5月29号接受性平调查之后，校方要求老师停课避风头。代志发生伫咧4月25，学校受到检举，讲某一个代课老师的 Instagram 有穿甲真凉，含食薰无妥当相片。5月29，学校就要求老师停班，叫老师爱主动辞调。落尾虽然性平无过，不过老师认为日子过甲真忝，就主动辞调。若讲真实的，即摆社会对刺字的接受度真悬，不过真侪证件嘛是有相关规范，亲像阿兵哥刺字面积袂当伤济，内容袂当有帮派图，或者是无文案的字。特殊军种亲像国安局、水鬼啊，规身躯袂当刺字，若报考警察嘛需要体检，除了特殊因素嘛全部拢袂当刺字。另外，伫咧日商公司上班，因为日本文化现在甲刺字上做是乌道的，大多数嘛是禁止刺字，所以做人老师敢袂当刺字，即马无相关规范。正常课堂中，就是该进行的进度会进行，会提一些课外的问题。那都是一律的跟学生正式的说明说，我现在上课，那我们在课堂中不会讨论。Jerry 讲，刺字对伊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市议员嘛讲，唔通阁甲刺字看无目体，爱通市教育局合法处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